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德联邦的乌道几内分会最近咧举办春酒，警政署长有指示刑事局要结合台北市的警察局成立专案去监控。若双北的警方伫昨暗嘛拢有扩大临检，针对不法的组织，请在组织出入的所在去扫黑。从今天开始，我们对于黑帮依附为生的这些的场所或者据点，一定一波一波的扫荡。另外，对于这些带头为首的分子，也会追查他们的不法行为，未来都会以组织犯罪来做就办。台北市的警察局伫昨昏是出动200多个警力，伫德联邦乌道威斯的大型酒店甲夜店一寡因潜在出入的所在去扫黑。新北市的警察局昨昏警方嘛扩大临检，要打击不法的代志，要灭乌道甲帮派威风。天气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同款拢是侪云到好天，也毋过温差有较大。敢若伫东半部有可能会落13、18雨，咱同齐来看温度。因为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即阵早暗的温度拢较低，温差是较大。今仔日的低温大约44度至17度，若上低温透早是出现伫高雄的内门9度7。若日时日头出来，各地温度就会升降悬，高温有25度至27度，温差有13度以上，乡亲爱洗衣，早暗爱晒衫。另外，因为透东风，今仔日的西半部空气品质拢真歹，家人台北到屏东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提醒。若桃园的观音、中部云嘉南，还有金门，空气品质搁较歹，甚至有可能会达到红色的警示。即马伫南部水情有较暗，南部水情的警戒灯号对3月份3月初1开始已经升级，目前是柑仔色的灯号，意思是减水量送水。若高雄伫昨昏嘛进行夜间的减水压送水，水公司针对一寡所在伫广线较尾的所在，这个所在拢会传水车、水桶，方便民众有水通灌、有水通用。另外，为着要避免产业用水甲民生用水相互抢水，再生水厂会增加送水量，予中更这个业者来使用。水资源中心草埔啊，正伫夜水，毋过南部继续欠水，七月开始高雄水情灯号转做黄灯，暗时10点到加工暂时6点，实施暗时减压供水。公家机关也停止恶水泉水要洗头卡这非必要用水。抗旱的计划呢，也会在4月底以前在每天增加13.6万吨的水来让南部可以来这个使用。如果从黄灯再转到橘灯，那一些供水大户在减量供水。水来到快着池来进行过滤，这个减压供水虽然对产业的影响无大，不过为了确保产业袂甲民生用水来抢水，洪山甲临海2座再生水厂也扩增水源。其中主要供应中更加中更路的洪山再生水厂，供水量会对每天4.5万吨，增加到大约4.6万吨。应用的方式就是少用水量，看怎么用少一点啊。正伫收店的早餐店、洗头卡、洗澡卡的设备拢需要用水，不过店头认为讲靠集中清洗，对其内欠水的影响无大。因为伫广线供水尾流的高雄大学虽然暂时未受影响，不过有学校内底有将近1800人住伫学校内底，就惊欠水问题严重，也利用生态底下资源积极来准备。学校有污水处理厂，那我们的污水还会经过污水处理后变成中水，然后供学校灌溉使用，所以在水资源的使用上，学校其实规划的都很周详。高雄位伫自来水管线尾流也是较悬的所在，供水地区242个所在，除了店头学校家己来备建，水公司也有备9台水车，甲395个加水桶顶。到时再看供水状况，随时为这供水地区来调度甲送水。记者综合报道。若甲南部比起来，即马咱的北部、中部水情是有较稳定，也毋过用水嘛是爱有准则。因为亲像即马苗栗的里溪潭水库脱水率剩5成尔，另外桃园的石门水库是剩无7成。新竹科学园区的管理局按3月份开始嘛，已经要求10大用水的大户爱家己有准则，爱家己做好欠水，上无爱欠5%。水库周边石头拢流出啊，甲满水位的情形实在是差真多。苗栗里溪潭水库到七八，即阵脱水量大约是5858万吨，所以要50.6%的脱水率。阳光每天敢若是民生用水就要用掉56万吨。管理中心讲，若是要维持稳定的水情，可能要看下来春雨落雨情形咯。最近没有下雨，
没有降雨的情形，除去大雨进来的水量，所以目前水位是持续下降中。根据水利署的资料，中部的德基甲日月潭的水库跳水率即阵剩6-7成，虽然北部甲中部的水情比南部来讲也算稳定，各县市也开始来进行节约用水。台中市即阵开放9座水事中心提供回收水免费的使用。伫新竹科学园区，每天用水量超过14万吨，最后供水的玻璃水库水位最近是明显来下降。伫德科管理局对3月开始，已经针对10大用水的大户来实施自主节水5%的这个做法。如果跟过去5年的平均来比啊，应该是好一点点啦。有一段时间没有下雨，那我们也要求厂商自主节水5%。高卡瓦北的桃园石门水库测备跳水量剩67.7%，比前一天搁再降1%。原本伫上游水库土地公庙，即阵也拢现出来了。水利署讲，即阵中部、北部水情虽然是拿定，不过还是要提早来应用。中部地区各个水库的蓄水，主要水库的蓄水率都在7成以上。那北部地区因为去年的这个降雨比较丰沛，水库的水量都还维持在蛮高的。水利署表示，中部用水会使甲直接杂货员甲沼水潭来调度，也有必好控化水质来应用。不过，伫春雨报道进前，也是爱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公平会伫顶个月有通过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网络广告处理原则的修正案，甲网红、网青做直播的这社群媒体、社群网站的广告代言人加入管控，总共牵涉广告无老实，相当会罚款2500万。来关心自由时报，教育部是宣布要投入1亿200万的经费，对8月份开始要免费提供卫生棉，和一个有一寡多元的生理用品，和低收入户也个有处境较歹的查某学生。若伫学校，也有教育部所管的一寡场馆嘛拢会空。来关心中国时报，咱国内伫欠鸡卵。中华县一大饲鸡场，佮发现其喂着 H5N1 的禽流感，伫昨昏是灭掉8011只卵鸡。若即马鸡卵的产地挂价，对今日开始会起到45块半，鸡卵的价销继续创下历史新高，这是对食品业造成正大的压力。来关心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已经对外证实讲，伫今年也伫美国和咱总统蔡英文见面，而且伊阁讲无排除伫日后会找时机来台湾访问。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感谢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彭博社侧报报道，麦卡锡证实因今年会伫美国会面，嘛讲要是无排除后日会来拜访台湾，而且强调讲针对伊要去倒位，中国是无权利伫遐比手画刀。总统府表示，若有定案会向各界说明。美国国务院虽然是无评论麦卡锡会面的消息，不过批评中国想要破坏台海的稳定。Leaving aside the reports that have been out there about Speaker McCarthy and a potential engagement is the fact that the PRC has consistently sought to undermine the prevailing status quo. 中国外交部长真讲初7伫记者会提出宪法，叫美国唔通干涉内政。针对这点，白宫表示，美国一种政策无改变，反对各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中国无放弃武力拍台湾。经济学人报道指出，之前总统蔡英文宣布延长做兵的时间是一个真困难的决定。其实这个决定无应该遮尔困难，不过嘛反映一个事实：台湾还未决定要安怎对抗，甲敢是要对抗中国的侵略，其中存在中国心理战等等的难题。他们会希望用这种方式去降低我们民众的抗战意识，或是我们民众对于中国的观感，以及我们民众对于其他国家的观感。我相信台湾人民有足够的警觉，有足够的决心来捍卫我们自由、民主、法治还有人权的普世价值。针对这点，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讲，未来会继续加强台湾国力，相信全民面对威胁的时阵，拢会当团结一致。拍拼捍卫咱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那即阵两岸局势有较紧张，昨昏海军的中和军舰就出现伫德维外海，那亲像是伫演练。有学者是分析讲，德维渔港离桃园机场、台北港拢真晚，拢真近，上可能是中国解放军要入侵北台湾要登陆的警的所在。海军的中和军舰7月早起是出现伫桃园的德维渔港外海，海军151舰队是开始两栖部队的登陆试航训练。陆战队的岸勤部是先去看场地、放导标，要互伫外海的中和军舰是确定登陆的方向。151舰队是负责两栖登陆和运补的部分，外界认为在演练中国登陆。海军本队是即礼拜伫德维渔港要演练两栖登陆，结果因其煞点点派部队出来。海军解释讲，舰艇只是咧做一般航道的练习，和试无线电尔。但海巡署真正嘛伫遮练驶阵，会当看出遮的战略地位。来看全台湾红色海山部，包括金山的南北、南口、桃园、罗德、翡翠湾、福隆、头城、纵围、罗东、宜兰、布袋等等14个。拿下竹围这个地区。然后呢，又顺利拿下桃园机场，确实，这个地区就有可能被中共作为后续的所谓的登陆基地。以往的登陆作战演练，通通只有在屏东加入塘，一直没有运用手边自己的陆战队、自己的登陆部队，去针对这14处海滩，根据最新的状况，重新进行勘察。学者分析，德维渔港离桃园机场和台北港拢无介远。那中国想要较紧来解决台湾，目标有可能是锁定北台湾，较紧登陆占领德维渔港，建立前线基地来运补搁较侪物资，更加侪兵力和重型的装备来台湾。目前14个红色海山部恐惊和现实是无啥斗搭。南台湾嘛真热热，屏东的九八基地早起是试射2粒飞弹，面对中国加大军事的威胁，中国以暗算今年飞弹生产会当到1000粒遮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俄罗斯的佣兵组织，即马是对外表示，因已经控制巴赫姆特东部地区。也毋过，乌克兰是不会讲无影无热，因为因也未放弃。北约即马是评估讲，即个所在有可能尾啊是会互占领。那欧盟嘛已经同意要增加武器来帮助乌克兰。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ЧВК «Вагнер» заняли всю восточную часть Бахмута. Все, что восточнее реки Бахмутка, полностью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ЧВК «Вагнер». 俄羅斯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伫咧社群媒體放這段影片，外界無法度確定伊是真的也假。若是普里戈金講的是真的，也代表俄軍已經控制巴赫姆特要甲一半的地區。瓦格納集團頂禮拜五講，因已經包圍這座城市。迄當陣，互人認為講了傷過早，而且普里戈金佇咧過去也捌發過更加誇大的聲明。烏克蘭即馬議員當調的講會盡量互俄軍繼續有傷亡，減少因的戰鬥力。根據俄軍參謀總部初步報告，敵人雖然損失慘重，但國議員繼續猛烈攻擊巴赫姆特。北約秘書長講，俄軍正投入更加濟部隊，未硬擊過俄羅斯。We can not rule out that Bakhmut may eventually fall in the coming days. 有一位烏克蘭的軍醫7號甲記者講，似乎要離開巴赫姆特的路攏被破壞，要撤退有困難。巴赫姆特的戰略地位正重要，是俄軍要入去頓內刺客正重要的點。不過西方的官員認為，佔領巴赫姆特無啥可能會改變戰爭的進程。巴赫姆特的戰爭到即馬已經拍至少6個月。在過去有7萬人的城市，即馬存無到4000人，也唔知影雙方誰人損失較大。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另外，伫網絡頂頭，閣有另外一段影片。這影片那親像是伫巴赫姆特，烏克蘭的官兵互掠去，互俄羅斯的軍隊凌遲態勢，過程是真殘忍。那舊年互切斷去的北溪天然氣管線，即嘛烏克蘭甲俄羅斯兩邊攏繼續咧背回講，這毋是因做的。Снимаю уже. Украина. Да ты. 表达愛國的心，穿烏克蘭軍衫的這個查甫人，隨即有自動步槍彈死。這段12秒的影片，雖然紅傳去佇網絡頂，引起各界批評。目前無法度知影這個影片具體翕的時間。剛來當推測開槍的人是羅西亞的軍方。紅台市的烏克蘭士兵是屬於第30里的2月初上尾一屆出現的地點，是戰甲真嚴重的巴赫姆特。這樣粗殘的行為，烏克蘭當局呼籲國際刑事法庭展開調查。
A Ukrainian man was clearly murdered simply for expressing his Ukrainian identity and love for his homeland. It is a war crime and a violation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o kill unarmed prisoners of war. 罗西亚甲乌克兰两国伫初期交换战俘，有90个罗西亚军人，甲130个乌克兰军人轰放出来。伫巴赫姆特战区，罗西亚最近一直有攻势，想要赶紧甲顿巴斯地区控制落来。因为乌克兰士兵是持续甲第一线守护条，等待武器甲物资的支援。不过因为战情真严重，有部分的外国媒体记者已经无法度入去战区。最新的消息是愈来愈恶掌握。Ну, я вірю в перемогу. Я вірю в перемогу. Я думаю, все рівно росіяни поймуть, що їм тут нема що робити. 纽约时报引用美国政府无签名的消息，讲去年9月份爆炸的北溪天然气管线是亲近乌克兰团体做的。不过乌克兰已经否认这个讲法。这条管线是罗西亚送能源去德国的管线，方认为是人为炸掉的。有一个讲法是罗西亚家己自导自演的，不过已经去罗西亚反驳。美国政府表示会等待几个国政府联合调查的结果。公司新闻两间编译。来关心中南美洲最近因为帮派的暴力真无平静。阿根廷有一个11岁的查甫囡仔，因为帮派咧扯拼，伫边仔是互枪支弹死。无辜的囡仔互弹死，引起民众愤慨，直接去包围嫌犯的徛家。另外，伫墨西哥是有帮派认唔到人，甲4个美国公民掠去，甚至呢 FBI 阁有提出赏金，爱大家人斗找。严过尾找到的是4个受害者内底有2个已经死亡。这民众看到嫌犯行出来，随甲牵石头，有人甚至弹汽油弹。阿根廷第3大城罗奥里萨的居民是真生气，甲伊甲几啊间艺术内底有藏毒贩的厝，规个包围起来。便若看到嫌疑人，就甲辱，就甲拍，而且摕起石头啊，甲掉掉去砍，结果走入去，甲物件拢弄歹，甚至是放火烧厝。这民众会遐尔生气，原因是前一天，卖毒的帮派伫街路牙枪对射，牵连着4个囡仔，其中一个11岁查甫囡仔去有弹着，当场死亡。还有一个2岁查某囡仔，伤势是真严重。Arreglan con los transeros, los llevan, después los largan. Estos son una mierda, si todo lo ocultan, todos saben la porquería que son. Esto hay que derrumbar todo acá, todo. 警察用催泪弹术甲手榴枪支，才甲嫌犯甲伊的2个亲人带走。罗萨里奥的毒贩真济，谋杀率是全阿根廷上界悬的。顶礼拜还佫有枪手甲卡救兵车门西恐吓，甲因亲戚开的超市开枪。总统费南德兹初一宣布，甲当地联邦安全部队的人数增加到1400人，来稳定当地治安。另外嘛是甲帮派暴力有关系的事件。有4个美国人顶礼拜5赛车去墨西哥，要做正型的手术，想袂到入去墨西哥东北部塔毛利巴斯州了后，拄着帮派伫遐相战，了后就去毒贩绑票，下落不明。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佫提出5万块的美金，差不多是150万台票的赏金，呼吁民众斗找人。不过一直到初7，墨西哥当局才找到4个美国人，而且其中2个人已经死亡。De ellos, 2 se encontraron sin vida.En tanto que 2 más, una mujer de nombre Latavia N, está ilesa, mientras que Eric N presenta una lesión por herida de bala en una de sus piernas. 警察逮捕一个24岁查甫人，初步调查发生这个绑票案的原因根本就是误会一场。讲绑票的人就是人质是海地毒贩，才甲伊带走。在这个期间，因几啊届换味的地点，要来闪过警察。目前要活的2个人已经转去美国，美国国务院发出理由警告，要求公民唔通去塔毛利巴斯州，而且无排除甲卖毒集团来做是恐怖组织。公司新闻请问两编译。来关心美国的参议院提出法案，拍算要禁止亲像抖音这款有治安疑虑的外国产品。而且已经要求美国嘅商务部要提出报告，讲抖音有可能伫倒几个层面影响危害美国嘅国家安全。啊，那上当会当禁止下令被伫美国袂使使用。针对这个提案，白宫表示支持，希望国会会当量早通过，送予总统签署。由中国日跳动公司推出的影音社群软体 TikTok， 公司使用者有超过8亿人，这还阁无甲中国本身国内版本使用者算入去。路透社的报道就指出，光是伫美国 ，TikTok 的使用者就超过1亿人。为将总统川普的任内，美国政府就认为中国政府透过 TikTok 进行大外宣，影响美国政局以外，还阁透过使用者各自连接，偷摕美国重要的情报。
不过，就算川普政府已经下令禁止使用 TikTok， 也有中国电信公司的简讯软体微信，却伫2020年去法院阻挡，煞无法度来推动。这个中国软体甲平台引起的议论，并无因为别讲换人做主就安尼消失。 TikTok concerns me for a number of different reasons. One is the data that they have. Secondly is the algorithm and the control who has the algorithm. Third is the broad platform. Influence operations, as we talked about previously.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TikTok and the ability of that platform to be u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both to take on data, but also potentially as a malign influence and propaganda tool. 由法律插头，而且得到下党派支持的参议版本，请商务部深入了解。 而且推出威胁美国的外国科技产品，其中 TikTok 海外版执行长周受资，按算这个月23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不过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比奥认为讲安尼根本无够，所以另外提法案，要求行政部门直接禁止使用 TikTok 等等的软体。因在众议方面，共和党提出的法案嘛类似罗比奥的版本，不过却有民主党批评伤过老草，应该好好计划才对。所以最后会通过什么款的法案来对付 TikTok， 也要观察。 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 CNN 即马是报讲共和党为着美国敢要继续援助乌克兰出现无共款的声音。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邀请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去乌克兰访问，亲身去了解当地状况。 来关心美国的加洛普民调上新的调查，讲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即马直头在下降。受访者当中对中国有好感的敢若15%，是创下新低。颠倒是对咱台湾有好感的是有77%，赢中国赢真济。另外有47%的受访者是认为台海中共发生冲突，对美国的利益是严重的威胁。 继续关心日本的连锁寿司店寿司郎前一阵啊，因为有真侪的高中生去自导油管啊，喙无卫生，引起风波。即马是伫日本出现模仿效应。最近日本的警方是对外表示，搁伫另外一间寿司店的藏寿司掠到乌白母的少年家，因为遮尔贱，全被警方掠去。 镜头搁等来，咱过来关心最近这几天有发生几哪件精神疾病患者犯罪，所以民间团体、社会就呼吁法务部要建设司法精神病房。若头一间受假离个案的司法精神病房是设伫高雄市的凯旋病院。不过民间团体即马是认为讲，长期甲精神疾病受伫隔离，颠倒会互因愈来愈无法度适应社会。 108年7月14日，查甫人伫家己站夜倒甲铁路警察测试，一审时第一意得到司教失调症判无罪，二审改判有期徒刑。加期精神病患者伫判决也未确定，也阁有无关押必要时，伊案底引发议论。卫福部甲法务部设置的司法精神病房，去年底设伫高雄市林雅区的市立凯旋病院，已经开始来受理个案。卫福部规划到114年进行，也伫全国各地设置4位到6位这种病房。 监护处分的一个需要，那也考量到一些所谓的暴力风险，所以说我们配合强化社会安全网，预计到114年之前呢，希望能够设置4到6处，那每一处的病房大约是30床。 司法精神病房设有门禁，以 AI 来检验个案的行为，甲一般的病房完全分开，专门收治被判监护处分的精神疾病患者，而且暴力风险被评估真侪中价等级。设置的原意是兼顾保安甲治疗，也看病房有转出甲转入的机制。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这种原有的医疗机构就已经有这个功能，也烦恼长久甲患者隔离，未来若是回归社会，这个问题可能更加大。 如果一个人是因为病而导致行为异常，以至于犯罪，被关越久，他就会离社会越远，就越没有经验，说那个要出来做什么样的贡献或者参与。姚医师认为，现有精神病房设计纯粹是治疗，司法精神病房各望兼顾医疗甲矫正，像是即阵矫正机构收治的毒品，也是有酒精调调患者，被评估有暴力风险，也可能将做未来司法精神病房收治的对象。记者自综合报道。 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是禁止讲袂使拍囡仔，袂使体罚囡仔。不过伫咱台湾的民法内底，即马家长也是有听解权。为着要对世界的脚步，法务部即马拍算要修法，规定父母伫厝内也袂使体罚囡仔，袂使拍囡仔，而且骂囡仔、唔互囡仔食饭，拢算违法。发起日保运动，
立法团体一直提倡亲子关系继续暴力，都惊管教一个无注意，就真做虐待行为。法务部即马要修法，约定父母袂当黑白甲囝儿视罪定法，毋但是生理上的体罚，就算是心理上的嘛袂用力。相关民法修正草案会伫最近公告。儿童权利公约他提到说不能处罚儿童小孩，所以法务部就因应国际的潮流提出了一个民法的修正草案，那即将会公告。教育囝儿视罪，民法105条，互父母顶盖权，会当伫必要的范围内行使，改正偏差的行为。毋过管教甲体罚，现在是一线之差，是要安怎来准则的？民法修正了后，亲像是法规、骂、拍、笑，甚至袂互囡仔食饭等等，这拢是违法的行为。若是罚徛或者是罚写，就要看时间的长短、频率、场所综合来考虑来做判断。未来若是黑白甲囡仔定罚，上盖当可能会面临停止侵权，甚至是涉及赔偿的责任。打骂绝对不是，通常它是短效型的，它只能试图去吓阻孩子。对于儿童学习或是家长的教育来讲，能够达到那个预期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你如果拿掉惩戒权，就是代表他不能去适当更严格的管教或者有纪律的管教。小朋友很聪明的，他也会告诉你，你不能管我了那你父母怎么办？今次伫厝内体罚，只好来秉持正面的态度，不过嘛提醒政府配套的机制都要充足，亲像提供教养咨询、家长哮喘的服务等等。若国教明认为讲，相关的定义要明确，什么款的管教方式甲程度，才无算是身心暴力的行为。针对教育权甲顶盖权，要安怎来区分，嘛提出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每年2024年要选总统嘛要选立委，国内政党拢开始咧准备。民进党大胜整合，已经通过指控技术提名策略小组，由潘明安来做调集人。伫这个月17，总统初选领表的作业就会完成。党主席赖清德嘛有提出大原则，伊讲伊无建议现任的议员走去选立委。也来伫国民党这边，国民党是表示，相关提名对今日开始，朱立伦嘛讲无任何考量，是按算伫后礼拜会成立选战的策略汇报。也毋过国民党内总统提名的时程甲方法，目前也未定案。2024大选，各党开始来备战。民进党中执会西北通过成立2024大选提名策略小组，由潘明安担任调集人，成员包含郭建明、郑文灿、陈其迈、林佳龙、柯立明这人，平行各派系。13开始开放总统初选的领表登记。17就在看是赖清德是不是大家推出要选总统的对象。另外，就避免落跑的形象，中执会无建议现任议员转战立委。鉴于现任议员在府当选之际，立即投入2024年的立委选举，恐有负选民之托，影响社会观感。中执会做成不建议现任议员参与本次立委选举。党主席赖清德更加陆续邀请各派系立委食饭，头一批先邀请英系立委，不哩有诚意。民进党首先来整合，国民党也是传言不断。党主席朱立伦强调，2024未着急来纠正，也毋过绝对袂用拖延。相关提名对设备开始，会提出上好的候选人。请大家不要相信任何的谣言，更不可以散布任何的谣言。我作为党主席，从头到尾都是坚持无私无我，没有任何个人的考量。国民党有计下礼拜成立选战策略汇报，也毋过敢若负责立委的选举，对着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时程，也有提名办法，也无具体答案。秘书长吴建廷表示，针对采用初选也是定调，会伫协调定选出共识了后才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去年11月份，大同市的仁昌街一条巷仔，有建商甲风火巷的私有地买落来了后，即马拍算要起大楼。也毋过呢，这安尼就影响通行，附近的民众有连续抗议。想袂到最近，连续抗议的这些民众拢互建商去提出妨害名誉的告诉。是发现讲，建商是对建设处迄边去摕到连续民众的名单，尾也全讲告。民众即马嘛真火大，真不满，嘛去地检署告县府泄露民众的个人资料。
被泄露个人资料民众，早被捕条甲大东县议会定情，因为因抗议建商为了起大楼的连署名册，和公务员泄露互建商，应向法院控告住户妨害名誉。居民要求县议员斗3天向县府讨公道。各自证的正常，你要合理使用，甚至你有保密义务这个责任跟义务。那县府岂可把这个资料全部都外泄吗？那以后谁敢向县府陈情？去年11月，有建商买大东市仁昌街一个防火巷所有地甲2平主体要起大楼，都爱封路影响住户通行。迄时阵，居民发起连署抗议，甲建商发生纠纷。后来建商向县府申请相关公文的时阵，摕到住户连署名册资料，抗议住户拢被建商提告。大东县政府表示，确实是建设处承办人员的疏失，承办人员已经交由政风处调查处理。泄露的部分已经移送政风处处理。那建设处一定站在人民的立场，公平处理任何事件。当时那条路虽然是私设道路，那县政府也以地方住户的权益为重，至今没有发给建筑执照。大东县政府表示，政风处调查已经结束，所涉的公务人员移交地检署侦办，相关的主管人员县府也照权责处罚，而且更加强县府员工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环球科技大学，即马是教育部列管专案辅导学校。即马是风声讲学校违法甲老师扣薪水。昨昏有高教工会，也有老师是去教育部申请。这老师讲学校已经甲因扣几个月薪水，因即马要求爱换校长，嘛爱补薪水。不过教育部是表示，这间学校的财务状况即马是真歹，是希望会当赶紧停止招生。扣薪零容忍。高教工会甲几内云林环球科技大学的老师，伫教育部的门口来抗议。环球科大伫去年要求老师爱签学术研究费用拍一个同意书，结果无爱签的人说互违法扣薪水，将30多位老师的学术研究加起，直接一打了4折。拒绝签署以后，学校就开始片面的扣他们的薪水，已经扣了5个月了。定情的老师表示，学校一再违法扣薪水，虽然和教育部罚告解总共165万，不过罚学校对违法的校长甲董事根本无效，而且教育部相关法规是禁止私校伫老师无同意的情形下扣薪还是减薪，教育部卖袂记咧，除了罚钱，阁通照私校法的规定，直接甲校长改评。这是第2次的违法扣薪了。违法减薪的事情必须立即终止，马上发还老师的薪资。教育部表示，环球科大伫去年9月就因为债务恶化，被列做专案辅导的学校，改善期限到今年5月底，就算换校长，学校底期内嘛无资金，敢若会当呼吁学校赶紧来停招。从董事会改组之后到它停办之前，学校需要的费用都可以用基金垫付。所以在这段时间，学校老师绝对拿得到薪水。教育部表示，就算换校长，学校同款嘛是无钱来行政真欠的薪水，这部分敢若会当处分校产来行。也若准学校停招停办，收落来的钱，才会有退场的基金来垫付。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去南台湾，这是小接大东甲屏东的阿龙一古道，伫南边的出入口遮有一个旭海观音片自然保留区，会当看到太平洋的水。不过最近保留区的边界有做一条1公里长的阿门头步道，也有围墙啊。有学者即马是烦恼讲，这会影响陆蟹去大海放卵，有可能会破坏当地生态。沿海花圃的这阿门头步道全长1公里，阁有75公分悬的墙围，出现伫阿朗伊古道屏东这边的入口，旭海观音片自然保留区的边界。这铺设的阿门头步道，直接看起来淡薄仔奇怪。不过乡公所讲，原本的翠石路真久无整理，居民讲真歹行，嘛为着防止风台来水崩山，最近拢在整修。把它做成特色道路，结合我们港区周边的环境。挡土墙是要挡住台风的时候海水不要冲刷上来。它朝海的这一面最好再有一个公式。较平的路会当弄土石的墙围，互钓客感觉真好。但是学者呢讲，靠海的灌丛全部都没了，然后它回森林的路又有一道
一套围墙挡在那边，所以他没办法充分休息，也没办法直接越过护栏，尽快爬回森林里面去。他们势必在太阳出来之后，就会在那边脱水死亡。伫阿朗伊当地会当看到真侪种的钱仔，包括讲数量较侪傲视后象手蟹，含较无定看的陈螯银蟹。学者烦恼讲，这类的工程无经过生态评估，会影响钱仔过去使能。因为是一个既有的一个道路的修复的这个部分，因此并没有故意要去规避去处理生态检核这个项目。工程上面，我们也说地方一起来配合，请专家来指导我们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自然景观真有名的阿朗伊是真受游客的欢迎，道路工程是引起学者和环团的质疑。关民会馆副和乡公所会看了后，是表示讲会找时间来邀请专家讨论讲安怎做工程的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关务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有一张超过85年、已经85岁的台湾原生种的樱花，大家是甲号做布下樱花王。这个樱花参一般开粉红色花蕊无同款，布下樱花王开的花蕊是白色的，风一个吹，花蕊落落来，袂输得落雪。白色花蕊随风摇，远远看过去，就亲像落雪同款。这张樱花树悬14公尺。树棵直径超过80公分，当年3月花蕊就大开。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给人家感觉很白色，很特别，很清新。对，我觉得晚上看跟白天又不一样，因为晚上有月光，然后天黑，看起来就是特别美丽。一般的樱花树平均会当活40至50冬，这张超过85岁樱花树会当讲是北台湾上大丛的雾社樱花，因为真珍贵。园区主人佮特别用围栅来甲保护。天气最近都很好，都没有影响到花瓣的掉落。你看地底下都没有花瓣，所以说今年的花况会很好。盛开差不多在15号、18号这个时候最盛开。假如在月底的时候就，叶子就会出来了。目前樱花已经开卖7成，想要来欣赏的游客，得要等这最后10天的时间。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真侪物件，不管是要食，也是要买，要用伫咱人顶头，要用进前，拢爱先经过动物试验。也毋过嘛有人批评讲，做动物试验是无人道。最近农委会和国卫院也个大有建立皮肤过敏性苹果人工智慧演算平台，透过 AI 加人体细胞的试验，就会当知影讲，亲像农药也是化学品，敢会对皮肤造成过敏。接下来只要按这个。Submit， 我们都把它包装成一个非常容易使用的一个使用者预测界面。那这样子很及时的，大概2-3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显示出这个它的预测结果。用电脑操作就会使知影化学品敢会引起人体过敏。农委会的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参国卫院甲台湾大学合作，推出农药的皮肤过敏性苹果人工智慧演算平台，往过人体敢会过敏，需要经过动物试验，即卖会使透过 AI 辨识化学品的结构等等，配合人体的细胞试验就会使，唔免伤害动物。最早它是使用天竺鼠实验，它就是会把天竺鼠上面的这个皮肤，它会去剃掉，然后剃毛之后，它会把这个滴了农药的这个贴布去贴在这个天竺鼠的皮肤上，可能就是会动，就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这个不适。研究团队表示，过去这款技术在国际上使用伫化妆品较侪，即卖用 AI 模型配合台湾累积的农药试验数据等等，发现做出来的结果，参过去透过动物试验估计人体反应会做发烧比拼。准确度是相像，甚至更较悬。不过团队也表示，数据收集的方面也有进步的空间。如果日后有计划的经费挹注啊，有更多是农药的结构成分的时候，当然它就可以增加我们的预测准确性。因为毕竟这一块在开发的早期，大部分都是化妆品那边的资料比较多。团队表示，往过的动物试验方法，一摆试验需要牺牲30到60只的动物，过程需要21到35天。现主是透过平台会使缩短到4天左右，而且唔免牺牲任何动物。未来也希望这个平台会使推广到其他的所在。药品也是环境化学品等等安全性。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
咱的海巡掠中国抽沙船下过界，这个船会互咱扣押落来，尾安呢政府会摕出来拍卖。为了要增加民众投票意愿，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头一届是用 VR 虚拟实景的方式，互想要买的人会当来看船，了解船的状况。落尾呢是以688万顺利拍卖出去。该船的外观除了局部有生锈及擦伤等情形外，整体外观维护状况尚可。为了要民众投标，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以 VR 科技制作360度模仿实景的影片，对船外到开船式详细来介绍，互民众敢若伫内底共款。去年查到的中国籍抽沙船电信98号，最后顺利伫3月初7以大票688万给拍卖出去。出价高于底价得标。抽沙船较袂着爱上千万起跳，得标业者也欢喜讲赚到啊！未来甲船用伫屏东的海事工程，连江地检署表示，为着落实不朽的制度，彻底来剥夺犯罪工具，发挥组织的目标，这是头一摆拜托行政执行署来执行拍卖庭书。这张是我们第一次委托那个行政执行署，然后士林分署这边协助进行拍卖的程序，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子合作拍卖。原则上应该是会要上千万才买得到那么大艘的抽沙船，所以今天他600多万买到，他应该觉得非常的划算。借由我们这拍卖的行为，可以彻底打击大陆抽沙船违戒抽沙的行为。树林分署进一步表示，为了彻底当抓大陆抽沙船活界来偷乌沙，会继续甲连江地检署斗阵来合作，积极办理经过判决确定不朽的中国籍抽沙船变卖代志，对着任何违法活界抽沙行为绝对不原谅，要来维护咱国领土的完整。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看世界，来关心欧洲即马吵甲热扑扑的议题，就是到底应该爱做到几岁退休较适当。比利时的消防人员拜二的时就行上街头抗议，因为因讲因的政府无要增加卡手，即马是拍算爱消防人员做到67岁才当退休。这消防人员不满，唔那行上街头抗议，佮冲入去欧盟委员会的大楼，而且和警方发生冲突。叫人一名的拍火英雄，即阵要挽救家己的工作权益。比利时600名的消防员初7行上首都布鲁塞尔的街路，抗议消防人员登记不足。政府也拍算在2030年时，将消防员的退休年龄延到67岁，根本无顾因的性命。On a des maladies qui sont reconnues comme des cancers professionnels, et finir à 67 ans, c'est nous tuer sur le travail, au fait. 消防员要求政府增加消防员的预算，并且扩编人力。抗议期间，部分的拍火兄弟一度冲入去欧盟的委员会大楼，伫大厅甲警察发生冲突，最后警察伫室内发射催泪弹，甲消防员强制来驱离。另外，邻近的法国是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的场景。法国初7发起第6度全国大罢工，要来阻止马克宏政府的年金改革法案，甲退休年龄延到64岁。也过伫首都巴黎，群众一度失去控制，甲警察激烈来对峙，也甲一台经过汽车解讲歹去，互车内医生只好放弃去看诊。这场罢工的强度比进前是更加大，工会呼调炼油厂、公共运输、教师，也有医护人员、学生、清洁员等超过200万人行上街路，公路要汽车甲路塌掉咧。Il sait ce qui se passe dans le pays. Alors soit il écoute et il est le président de tous les Français, soit il a décidé d'en faire une affaire personnelle et là c'est grave. Là c'est grave. 受罢工影响，初7迄天，法国有1/3的教师来罢课，铁路运行量就比上是1/5。巴黎本草堂也因为无人拼拢满出来。伊工会讲要互各行各业轮流来罢工，互规个法国拢袂顶袂当。民调显示，法国有超过60%的人反对改革，不过这敢若无互马克宏回心转意，坚持要来推动法案。预计上班这个月底，国会就来进行表决。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这起有一间公司是专门咧做假武器，而且这假武器是做甲敢若真诶同款，欺骗敌人来消磨战力。过去这一档，这间公司的业绩真好，业者表示，因的客户唔拿伫欧洲尔，因是卖去全世界。这
毋是官方的佚佗米，气象我罢了后，这台含真正战车大细拢相共的，真正会当去战场。We produce about 30 to 30 plus decoys, different type of products, models of tanks, of aeroplanes, of vehicles and stuff. 这间伫捷克的枪器科技公司是专门生产会当射敌人、互因乌白射炮弹的假兵器，不管是战车、火箭炮还是战机，拢总有超过30种。Obyčejným pohledem, pokud nemám v ruce dalekohled, tak už z nějakých 150-200 metrů nejsem schopný rozlišit pouhým okem, jestli se jedná o skutečnou techniku nebo o návnadu. 咱主席讲，这种用官方的是无啥物，伊的技术虽然比真正的武器加真济，但除了爱骗过目睭和无人机，阁会当通过热感应、红外线和雷达这考验，才会当真正甲敌人骗得到。Musí umět oklamat na 3 úrovních, nejenom na optické, to, co vidíme, nebo co jsme schopni vidět z dálky, dalekohledem nebo z dronů, ale hlavně musí umět oklamat na úrovni tepelné, respektive infračervené, a na úrovni radarových snímků. 业者讲，即马俄乌战争继续在拍，因的业绩伫过去一档嘛加一倍。不过业者是无愿意证实敢袂互乌克兰，但是会当确定的是，除了欧洲，因阁有卖去世界各地。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印尼有一对将有爱心70岁姊妹仔，因去学校，互散车囡仔有所在读册。穿红衫的这对双生姊妹仔老师，伫咧替学生上课。虽然印尼伫咧2008年取消公立小学的学费，因过真侪低收入的家庭的囡仔，由于无法度负担，最好加租这款费用。来自印尼首都雅加达一对70几岁双生仔姊妹仔。罗莎蒂加伊利亚宁斯40年前创立一间以鲁管县区为名的卡蒂尼经济救援学校，就只讲老师甲6到17岁囡仔。Dia harus kontrak rumah di pojok-pojok kota, pinggir kali lah, pinggir apalah, bedeng-bedeng. Terus anaknya sekolah di mana? Sedangkan sekolah di sana paling murah 5 juta. Ya kita terus buka sekolah, ya udah biar sekolah di tempat kita. 感觉为社会贡献的女性，也有阿富汗巴米扬地区自愿参加联合国训练变做走山术的少年查某囡仔。روزانه ما مشاهده از هستیم که مثلا در این عصر زمان مادرای از ما در اثر به توجهی یا مثلا درست مراقبت نمیشد در زمان ولادت از بین میره و باعث شد به من انگیزه ایجاد شد که من بیام درس بخونم در 虽然塔利班政权禁止女性读大学，或者是做大部分的咨询工作，不过是准女性做医疗保健的相关工作。参加课程的查某囡仔，要经过2年的培训，学习安怎评估加指导有心的妇女生囡仔，一个提供产后护理。阿富汗是亚洲有心的妇女死亡率上悬的国家，平均每2点钟就一位阿富汗的女性伫咧有心加生囡仔的时阵死亡。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是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是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是29度；外岛12度至22度。感谢收听收看，明仔载9点咱再会。